而他放下狠话，怕你没胆量点单的是，他的店就叫百万烧烤，这个就叫百万。女孩子就害怕嘛，生的我们都爱吃生的，生的血。百旺主料就是生猪血，是本地人吃烧烤的开胃菜。血棒肉，你吃了以后里面它有肉。到这里，外地朋友也许还能接受。灵魂暴击要来了，加入液态生猪血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等到猪血凝固，你就要面对女王的凝视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平时的吃法就是，一口白酒，杀掉他那个菌嘛，那个细菌嘛。勐海人吃百旺，只是喝一顿大酒的序曲。喝酒了以后再说。对。